为见对端龙林心心，林心心带着一波，大明小明得跑出万定位，但是向把蓝定马用兵，呀！大明小明已经受伤脱逃了，这时阵。不管龙林心心虽然得使用一绝招解决掉伊混回龙杀路啊，但是无能为力。不管龙将伊逼了混回龙擒拿了，哎你啦！阿回转赵坤，遵命啊！无啊，你确实。伊会好啊未？哈哈哈哈哈！王家不相信吗？毋是讲不相信啦，因为真侪医生哦来遮拢失手。啊，假使你若医袂好，反倒我的爱妃若离开世间，你要叫我怎样就好？王爷，你放心咧，只要你若将我的条件，无论如何，我敢甲你入军令状，甲你包医啊！好，入军令状啊？是啊，我甲你写吧。你甲我写去哦。对，假使若医袂好呢？假使若医袂好，我愿受王爷斩首。好，你什么条件？我的条件真简单，第一，将着你的囝儿甲这个老奴才，甲伊收倒转来。哦，简单的代志，简单的代志，一定要收倒转来。第二，哦。将暗杀大人给放出。暗杀根本王都无了暗杀。哈，磨食磨不熟，熟食不能磨。假使是安尼食，好，大家莫讲吧，请。小等下，你叫做什么大师？我煞袂记哩。周河大师啊，对，周河大师啊，这毋是我掠的，其实这是变虎龙甲我爱妃所擒啦。那个监禁在一个秘密的地点，但是这个暗杀可能唔知影讲本王爱妃所做的，所以假使若是将暗杀大人给放出啦，你一定要收扣泥盘，吼！哈哈哈哈！一定暗藏秘密。好，第三呢？一个第三，然呀，是将王妃娘娘给逐出。这件事死我都做袂到。死我都做袂到！假使若将我王妃哦，甲赶出去，安尼公生不如死，我一定甲我爱妃同归于尽。实在你太多情，难道王家你唔知影讲王妃娘娘是何人吗？也毋过我会小心注意啊。可以啦，总讲你当着这个变色狐狸有孽缘啦。安尼好。假使若是王妃娘娘伊的金变细语了后，你唔通直接顺从，一定甲你的囝儿当着这大神、这忠良参详结果才通进行，安尼你就袂阁再错误咯。王爷是毋是答应呢？讲答应咯。安尼好，我随时来，请。这我不全的敢真正有可能医治我爱妃，这个令人费解啊！也到回去，毋知当时怎要来，我的爱妃昏昏迷迷啊，真是令人担心至极啊！当时要来，要伊若3日无来，我爱妃都怎死断开啊！爱妃啊，国王非常爱你，大概你会知影才对。小舅一个脚疼疼，是安怎疼到昏去？爱妃啊！哦，无了准你唔来安尼。君子咆哮如鼠，言灵失神而归。来，王家将这药单落在王妃的口中，就将我所做这个衫给穿落去，马上就会精神咯。咁有影是，哦，本王就来准备。爱妃啊！这灵丹啊，照落去，只要敷个水衫裤穿落去。爱妃啊，
干味啊！哎呦，王家，看个好势哈！王妃娘娘哦，赶紧精神了，精神了！爱妃啊，精神哦！哎呦，惨大亏啊了，哪有塌话了？喂，爱妃，哇！哎呦，晓你看卖咧！哦，目睭咧转轮啊！鼻孔咧出烟！哎呦，晓英哦，奶手咧叮咚叮咚！嘿，你查某敢若济喙！我你讲，你甲我管顾好势，我特别当这位大师来做一件工课哈。爱妃若问，你讲我连要转来？好啦，王家，你著赶紧转来哦，唔通阮王妃娘娘探望。是啊，大师。你我约束，赶紧进行。多谢王爷，你的人也真君子。是啊是啊，一诺千金嘛。对我来吧。行。迄只牛唔知咧变啥蠓，还是咧变好神？那回想你唔免急啦，比雕所做代志哦，比咱较会好势。我才无相信讲伊外好势，迄行路都袂好势啊，做代志好势。你当时安坏来，我哪唔知。我咧走真紧啊！有影，迄牛咧走比拖较紧，拖到啦得意忘形，爱困所以叫牛拼过你咧。为什么你定讲是的，武林的朴素？性情你的保障，其实我的功夫在你之下，不在你之上啊！你讲的嘛是无过分。好啊啦，言归正传，比雕啊，此期如何？代志做了真圆滚。呀，暗杀大人怎样呢？暗杀大人现在休息，也就是金宝头甲伊保护掉哩。来，金宝头，哦，将大人带回兰州总兵衙去静养。我所甲你交代的事，千万都唔通落下灾吼。我知。为了两全其美，为了防破暂时，知吼？我知。各位过时了，请。我到底是啥物秘密？你嘛安尼加减讲一个看卖咧。但是若会想你的嘴较密美态啊，别啦！哟，应该会使你讲就讲，若袂你讲我拢嘛收口而办。好。安尼啊，要若安尼来讲呢，即马我问你啦吼，是安怎这个王妃，要你去甲看望咧，哀爸叫母，迄个到底是用什么秘诀？这个事情我不能落下，江湖一点决，夫妻不可说。好啦，算你的专长，我生本我也不爱知影啦吼。我说来去，我要来问你就是讲。这个变色狐狸到底是有什么款秘诀？变色狐狸非常的厉害，有赤鹅蛇教的神秘法规啊！这个神秘法规我事先都给提出来咯。神秘法规内面有一本书，就是《运行剑术》。运行剑术，三劫仔吼，我知影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啦。这个壁若白的，规身躯也是化妆作白的；这个石洞壁若是青的，规身躯也是变青的。这就是叫做变色剑啦。有人讲我做运神术，根本是变色剑。今摆伊毋就袂变啊了。是，假使伊若是甲王爷好好做夫妻，安尼就万般无事了。朱必生接主。真唔愿这个奸妃入这个王府这个作乱，硬心带剑就要入这个王府的房间，刺杀变色狐狸沙头燕。以你终身变化成东龙之贪，赤成几何？所在不能久留，走！哎呦，家主啊！哎呦，是个可怜哦！王爷，赶紧来哦！怎样？最后叫你黑心，什么人杀死我的叫你呢？哎呦，
阮王妃当时啊带一支剑去比咧门线后，啊，阮宅主啊举一支剑，也毋知安怎样，安尼对啊，叫做一个掠掠，精心通后背啦。哈！变色狐狸杀死我的囝儿啊！无对，我看卖你，啊，害啦！逆书已经叫提走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贪恋美色，害死我亲生囝。德生，你是个可怜，你阿爹恶梦初醒了。走上夜走，王爷再有心，已经冷静了。哎呦，顾先生在这追求，追求完了。家主我害死！我若莫将族主甲带转去王府，袂去互变色狐狸杀死。家主，请你赦免我，我必定甲你害死啦！顾先生咧笑，甲你口拢共声。那是安怎？那是安怎？三劫有所不知，王府发生命案，非常的惨忍咯。哼呀，我鬼啊！啊，都甲你讲哦，这个奸王哦，做事真矛盾啊！伊就无代无志叫你甲医啦，你若莫甲医好，我迄脚就疼疼甲死，安尼毋就无今日的好端，反对毋对？总讲一句，家主都是我害死的。哎呀，必条但你毋通自己伫咧责备啦。因为你爱因一家大员的关系，毋则将这个族主哦，也甲这个老罗甲送倒转去咧，啥在最毒妇人心啊！这个变色狐狸受了这个赤狐之毒啦，永远无可能改变得着。这个人啊，福中不知福，做一个王妃，荣华富贵了完俗，所以今仔日啊，这个人已经渐渐踏入到这个黑暗的地狱咯。咱赶紧采取行动。对，阮收无报命哩，而且一件重大的事情无甲你讲，你毋知？安那？逆史必断，吼，逆史就是去变色狐狸了。是，这也是将王爷亲口所透露的。我贵了这奸王哦，老大都死啊，我才甲人老，也早要如何是好啊？各人分都走找逆史，掠这个变色狐狸，我搁等来用我的秘诀，请。必条若伫咧空笑的时阵，都是代志到手啊。我千心魔哦，老弟母拢来啊！免比哈，出来啊！哦喏，三件嘛，是呢，无看恁伫遐是呢啦吼。我问你，你敢知影这个变色狐狸走去倒位？变色狐狸，那位你就爱问啦，问因个山面老弟母才会知。喂，老弟母啊，你看会知无？你若无讲，你咪甲你拍死，你变老弟哥。这嘛，最近。有听讲这个话啦，有像个千奇曲艺班呐，来这个西迄个所在啊，伫咧表演。内面啊，真侪奇人，真侪剑客，真侪只种种三教九流一会的所在，去遐探听看卖咧吧。也莫定找我麻烦啦。是的，请了。我想一个办法，老和尚，你即摆算讲伫武林中真出名咧。大家拢嘛安尼讲，所以啊，你这个金光头的出去，人拢会认你咧。讲安尼无过分。所以你爱小可替我化妆者，我会去当初时，你这要破这个西门山庄啊，也甲这个梁秋平两人，斗你真麻真好势。我即摆甲你想一个办法，安尼。我来看这个千奇曲艺班。是啊，毋是干那去看尔，你爱去参加。你嘛表演咧，对。我要表演啥？你一部迄落单车走大术。哟，迄个查某要表演互你看哦。是啊，你一部迄个飞线特技，是。我化妆做查某的，敢袂歹看？你若化妆做查某的我较水咧。安尼有行。我你讲我戏票，我互你拍哦。讲啥话？我等下必雕的厝等你啦。买一寡鸭头壳，
换一寡烧酒，等你转来，甲你庆功。哇，你真知我开口哇，等我小心啊，绝对好势，绝对好势。无远啊！看这蓝蓝闪闪亮亮，即马搁再穿插着特别节目，拢无甲恁加票价哈啊！我就是要做初流啦，也阮查某囝要做初香啦，所以啊，阮两边仔今仔表演，我表演一部就是空中特技，叫做单车走大树，也阮查某囝雨伞开花，互恁大家哦，大开眼界一个啊，自我介绍，我是班主。这个老阿伯，你叫什么名？我都介绍过啊，我做初流，这阮查某囝初香臭芳的，有个叫臭芳。恁两个技术袂歹。来面。我纵观七朝奇人，甲你交代，恁两爸囝唔通行对迄边去。迄边遐有一张车，内面真水，点红火。你唔通去乌白县啊！乌白县你犯着我的班规，我就甲你杀起来剁手。别啦，咩无？好啦。假无的好，你七朝奇人哦，你行路拢，你土地拢会准了。请了，老大哥，你的查某囝真水，所以我希望你的查某囝来嫁我，你有反对吗？骗金2400，珍珠3斗2就好你咧。好，我就来去摕珍珠3斗2互你，3日的款难。我跟你讲，你若要爱这个珍珠上简单啦，迄个朱秦王啊，朱建忠有带一个后手叫做变色狐狸沙多眼的上好嘢珍珠好啊，规布地你咧。哈哈哈！老阿伯有所不知。沙都元现在来到咱的班内，伊犯着一种恶症，挨爸叫母。现在阮班主就请一寡名医咧，甲伊医治啦。毋知医会好医袂好，这个一个问题啦。
好安尼？是，哦，要无安尼啦。那阮老看守的都死无偌久啦吼，啊嘛无互伊做拜日了后，啊恁两个才定亲啦吼，咱先用口头定就好啦。可以啊，安尼算讲起来就是泰山岳父。慢请你啦，你是我无缘的囝婿，哈，安那无缘？毋是？都未拜堂完婚就都无缘你咧？安尼好，安尼我来去讲报告，我已经有一个看守咯，我的看守就是臭芳的，啊，赞赞赞赞赞！伫遮啦，一条车，这就是变色狐狸伫啊！哦，三甲赶紧请进，抓变色狐狸，好安尼吼，前呀，好，真好大的啊！你敢入来内面做细作看剑啊？我那点点点着迄刀，杀起来，两个拢甲杀来绑在脚头。预备啊！别叫啊！你们听到这声哦，规个身躯拢起着鸡毛皮。奇怪，安怎这个龙咧哭的声？现在龙咧哭的声甲应该拢无共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三甲有所不知，这个就是八龙的首领天高龙的声音。啊，天高龙，天呀，无因气恼，无因散魂，但是无要紧，恁三人赶紧亲进风车，掠变色狐狸找结束。天高龙由我毙掉了负责。我好，拼！这三甲有可能通掠到变色狐狸找结束嘛？毙掉单国特别应付最厉害的天高龙，毙掉一步一步踏入到死亡的边缘路。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。